做一啲飲食啊練習嘅方法，仲有舒服啲，咁個人就醒神啲，就唔使成日叉住啖氣咯。好耐冇嚟練習啦 ，Hello，又事隔一段時間先再嚟呢度 Dance Studio 練習啦。今日咧已經係今年嘅第36次，事隔咗2個星期冇嚟啦。咁咧今日好早啊，今日我會練習11至1。點解中間諗住都唔嚟咧？但係其實我反而練習嘅指數個日子啊好頻密。咁我每日都練，咁早幾段片我都有講過，因為我改變咗一啲飲食啊練習嘅方法，咁所以咧有啲嘢咧就好需要啲器材幫手。咁嚟呢度咧就你唔會嚟捧咁多嘢嚟噶嘛，咁好多時我都會留喺屋企練習啊，咁同埋咧一陣間都可能仲會去買一啲嘢去 support 我自己想改善嘅地方。咁啊，其實幾好玩㗎，有啲嘢特別改變咗，而你係需要去配合佢，跟住你又要將自己成套不嬲練開嗰種計劃你改變咧。咁啊，初頭好似覺得我慣咗啊嘛，你慣咗改咧就會好煩嘅其實。但係其實我每日都喺度變緊，咁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只不過你咪當重新去調配過，咁感覺係煩嘅，但係不過你好似突然間有個目標你要去睇，你要做，要達到嗰個目標，即係爛就爛咗喺呢度，咁你好似同你習慣開嘅嘢有少少唔同。即係個理論就係咁啫，即係唔係話你過去練嘅嘢唔得，而係喺裏面應該要可能某啲地方着重加插，又或者之前我覺得譬如我要多啲去放鬆我身體，其實都啱嘅。但係嗰個力量咧，我要追翻貼些時，我啲肌肉嗰個穩定性。但係其實我 check 過晒我啲肌肉咧，其實個量都幾高嘅。不過我改變咗呢個練習之後咧，其實我確實係瘦咗啲嘅。因為個人將佢 firm 翻嚟，唔同你之前一拆散咧，其實你啲肉肌肉啊，所有咧都會比較柔軟啲。一柔軟咧，啲肌肉就會好容易會流失咗。咁我就要集中翻嚟，咁個人咧就反而瘦咗。咁所以即係呢2個禮拜度咧，我都想喺食嘢上咧就會再加翻多些少。跟住因為你改變咗食嘢咧，咁你又要顧住個指數啦，咁當然我唔係每日都去 check 住個指數，我遲啲12月咧我就會去 check 啦，咁就可以引證到我過去呢幾個月練嘅嘢點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幫自己。如果都唔理想咧，我會仲有幾個 plan 去幫自己，所以就幾好玩。走出嚟原因，因為我需要喺呢頭買嘢，橫掂都係啦，咁我就索性出埋嚟練習咯，就係咁啦。因為11月底我又要去旅行啊，咁咯。好啦，其他嘢我唔講啦。咁一陣間咧，其實我都會喺嗰個臀部嘅肌肉咧，點樣去穩定性咧，再做好啲嘢，加強佢。咁而家咧個概念咧，再肯定咗，而嗰個盤骨咧，你見到我而家係多嘅呢啲高低位啊，發大，其實都係一定要有一啲比較理想嘅肌肉組群去掹翻住佢。咁前咧，因為佢本身唔啱，我要拆走佢，一拆走咧，啲肌肉就會開始流失。點樣去練而去幫到我自己？咁之前覺得好似大把時間慢慢嚟，但係個指數一出現咗嘅時候，發覺急於要做嘅嘢嘅時候咧，我就要再花神落去諗，淨係呢一樣嘢咯。咁所以我一專注咗落去，不斷諗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好在我自己好中意嘅，咁我覺得幾好。逼到埋身咧，你又會產生小宇宙，我會加強我個 hip 嘅肌肉嘅配合啊、上身啊，所以我話要全身玩協調嘅腹部肌肉，我都好滿意。着火咁啊！呢一個位置，哇！
嗰陣我都走㗎啦。因為先好集中咁樣練之後咧，原來啲時間眨下眼就過。我喺第37次再見大家啦，我而家再拉開個肩燈，去再舒服啲，咁個人就醒神啲，就唔使成日叉住啖氣咯，就係咁啦。啊！